个学校要很热咯，有一寡小朋友会去找阿公甲阿嬷佚佗，也毋过囡仔朋友常常会因为观念无同，甲阿公阿嬷应喙应舌。台北市国语实验小学的学生最近以看待受法的无同为出发点，甲插画家陈淑芬来合作创作绘本。请听我讲，今仔日举办新册发表会。 嘿，少怀，你以为你在马戏团啊？非常危险呢！囡仔伫碰椅顶管一直跳，阿公阿嬷感觉讲哦，足危险的。小朋友跟阿公的认知都不太一样。阿嬷不喜欢小孩那么活泼。孙仔的想法要安怎互长辈了解呢？台北市国语实校的学生用一档的时间，实际去调查访问家己阿公阿嬷的想法，对内底找出常常听到是看到的正义。由插画家用画甲画出来，这个人叫做陈淑芬。 我们是用工作坊的形式，每一幅都是小朋友自己的创作，他还是保留他自己的画风。离新册发表会顶馆，学生表演行动剧。出口一个，哎呦，要花好几万呢，好浪费！请先听我说。 阿公阿嬷，请你听我讲，这本画册内底有29对祖孙的讲话，希望更较侪人会当愿意和厝内底长辈讲话和沟通。